做个东西嘛。我刚才告诉你过嘛，阿嬷往生10年，可是在灵界只有10天而已，所以10几位，当然你现在聊一些新事了嘛。那一天我们去做的是关元城，那它跟关落阴可能有一点接近的是，都是在一个中阴之地。很意外的是，在关元城的时候，也在里面，就是我突然说我想到了我阿嬷，所以就很意外的在里面见到阿嬷。我随时都会想到她，有的时候我穿了一件衣服，然后想到她可能会跟我说：“哎，你就是眼听哦，你穿这件衫袂歹呢。”不是那么清楚。我时不时都会想到他说的一些话，在某一些场景的时候，他不在，但是我还是感觉着他在。透过一个仪式，或透过一个关灵术去见到他，有的一个感觉是他好像更近了，就是他好像就坐在我旁边。不能说出口的，有些你未知的，你恐惧的。然后这些东西有很多复杂的情绪，但是我们找不到出口。但你可以借由这个关灵术，去找到一个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我觉得，关灵术在台湾对台湾人来讲，可能是一个心理医生。我其实还是在心里面跟阿嬷说，我们都很好，不用担心。那如果你有更好的地方去，你就尽管去，就是不用，对，就不用牵挂我们。然后我也会好好的继续努力活着。是一个意外，但是我也借由这个意外，好像再一次传达我想要传达的这个意念给阿嬷。音乐家柯眼婷是阿嬷带大汉的囡仔，伊总是感觉阿嬷唔捌离开。没有塔，没有门，我进不去。这一阵艺术家念伊要展览一个创作，李玉生要伫阳间起造一个关录音。伫迄个过程中，啥物拢无看到的廖以静，要入去中音找人，讲一个袂当放袂记的故事。认为新尊1个月会当做好，无爱较久，无差不多1个月一顶尔。李玉生是这个艺术计划主要的创作者，伊是剧场的服装设计师，伊用台湾观点来做出传统形象，这伫当代的艺术家当中是真罕快。我觉得也是缘分，就是很常在梦境里会梦到，七爷八爷也有，而且有可能是最近做以他们的形象做创作，所以这几年其实梦到他们的频率越来越频繁。因有另外一个世界的警察啊，那个他们一样就是在维护正义。他们的形象，我也想要就是重新赋予一下。在这个近代，属于现代的，然后属于台湾的，我们神将的面容可能会是怎么样子？李玉生所起造的中音有7爷8爷，一个孤女，加一个还未完成的心愿。那我们之所以就是会崇拜，或者是对于就是敬畏另外一个世界，是因为我们相信另外一个世界一定能达成我们这副肉体，或者是我们这一个有限的生命所不能完成的事情。
2018年，一群艺术家组织这个饼场艺术动作，就用传统庙宇的文化当中饼场的概念，组织当代的艺术家、舞者、音乐制作人、乐团、服装造型等等的创作者，互相拼输赢，创造出新的艺术甲在地的文化融合。这样就是最奇怪的团体，我讲我讲啊，虽然我是艺术总监啦，毋讲白我想我较是想主委办一个法会啊，咱遮也要写字的，也要跳舞的，也要舞龙舞狮拍鼓的是送，好，咱同齐办做伙办一个法事来遮处理。所以我会用足侪文字、拍影片、种音乐，足侪他听、他看、他感受的来做。所以我的作品开始奇怪。上特别的是，饼场用宗教仪式加做伊的创作形式，来表现台湾过去的政治甲历史议题。这2年要做庙会的办事的代志的方法呢，讲白是一个是为我细汉的记忆啦。我其实细汉是最喜欢这种代志，嘛只好甚至落来，大家为了这代志，大家来贡献。来拍拼，然后这代志留来民间的迄设计啊，简单讲就是去化解，做生命的分享，去每一个位安抚人的人心不易的所在去处理这代志，让大家知这代志发生什么代志。阮做绕境就是嘛是种一个文化运动啦，咱是用艺术方法来做政治，不过要行台湾家己的路，这是阮拼就上重要的方法。饼场的音乐家柯彦廷调集来自台湾各地的声音，甲转换做表演的音乐，一起到台湾各所在做电影调查，通互作品会得有更较独特的在地色彩。我有一天，我就伫咧开机玉峰宫去问一个大兄，讲咧，伊就常常甲我讲，你敢知影？声音这个物件实在足神奇的，声音会用拍开一个世界，声音嘛会用破坏一个世界。我的音乐其实无一定是甲真正庙宇内底一寡顶头，还是北管、南管有真大的关系，因为毕竟我都毋是做即款音乐的人。我会做一寡取样啦，我嘛是有一寡声音是会甲因有淡薄仔相共。我是咧研究讲，即个声音会用个安怎发挥，我会用个安怎甲安尼观念去放伫我的创作内底。好，往前，前面 1 2 3 4 5 6 7 8 1 2，大吐气推 and。编舞家廖以晴自细汉拢是受西方的舞蹈训练，不过伊总是希望会当替传统行出一条新的路。我一直想要做的是服装跟身体之间的关系，然后也比较不会执着于就是我要跳纯舞蹈这件事情，就是只有肢体这样的表现的创作。那时候我们在宜兰的碧霞宫。然后拍第一次那个电气妈祖的一个影片，看到他所谓的台派美学去的时候，然后就觉得好像我可以接受这件事情。这群艺术家想要讲一个走出老爸30多冬的故事，名叫做《灵踪》。我就是一个引路人，然后也是扮演陈志雄女儿 Vonnie 的角色。那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开头，就是寻父这件事情。那我要怎么去寻父？再来第4场是政治啊，甲人民的生活是放袂开的。你无想要处理，伊家己控制，这是时代的悲哀啦。所以我这代志是爱处理的，啊，个人知影伊的故事。1978年，一场对印尼寄来的批，寄去到台湾的驻雅加达商会，
一位号做沃尼陈雅芳的女士，讲要拜托台湾这边倒找伊的老爸陈志雄，伊想要知影老爸的下落。人权工作者艾琳达因过捌甲沃尼斗相共找伊的老爸，有听伊讲起家己的故事。结婚了大概7、8年，生了2个小孩，然后他差不多30岁，离婚以后就想找他，看他父亲到底人在哪里。沃尼讲，陈志雄伫1945年来到印尼，伫当地撞到伊的老母。迄当阵，伊的老母陈英娘才18岁，两个人年岁差要20岁，煞是一见钟情。女方的爸母当然反对因的婚姻，两个人就相带走。结婚了后，因拢总生3个囡仔，其中第2个是查某囝沃尼。沃尼听妈妈讲，老爸伫印尼做珠宝的生意，厝里拢藏真侪现金。毋过，老爸的行踪真神秘。结局，伫沃尼2岁的时，就无阁看到伊的人影。沃尼真有记忆到呾，敢若甲老爸见过一摆面。他7岁的时候，等于是1956年，他的父亲去要看小孩，他的外婆还是怕说他见小孩会把小孩子抢走，所以只让他不到1个小时，然后是要叔叔带他们去，没有说很自由的跟他们在一起。然后反正说那个是唯一一次他遇到他爸爸。这个讲是因老爸的亲份人，佮送伊一领青色的洋装，对伊足好诶。毋过关系老爸的代志，伫伊做囡仔的时，拢是空白的。沃尼听讲，离开一段时间的老爸，捌伫厝附近的车头等妈妈，讲要带规家伙仔做阵走，毋过互阿嬷挡咧。了后，老爸就无搁倒转来。几若冬过去，妈妈互人安排改嫁，伊的生活自迄时就照变啦。特别是妈妈嫁给别人以后，跟她的阿嬷住在一起，跟外婆住在一起，外公也走了，然后他说他经常吃不饱，他们的小孩子也没有鞋子穿，去学校，别的小孩子会讲你是日本人的孤儿，你爸爸也死了，你是孤儿啊，就是受这种歧视。社会要找找老爸的这一冬，沃尼已经31岁，毋是囡仔，是安怎会伫这个时阵常常去想到老爸？我不能判断太多，可是应该好像他离婚是对他的生活是一个转捩点，可能是一个转捩点。他开始想说，我人怎么来的？对啊，他跟我讲说他就想说，我爸爸到底在哪里？到底发生怎么样？同款真做女性、真做人的查某囝，廖以前真认真的思考沃尼的人生，伊希望所编的舞会得表达伊复杂的心境。那我就在想，她身为一个女儿，她的心情，她那种一直被遗弃的心情是什么？当然怨恨一定会有，但是我会想到是更多的是遗弃，比如说爸爸遗弃她，妈妈改嫁遗弃她。他离婚了，他的唯一爱的人也遗弃他，所以他可能一直会觉得，他为什么一直被不要？他永远是被留下的那一个。所以当他在这么孤单的时候，他希望去找到爸爸，他的
最应该当他靠山那个人为什么不在他身边？所以我想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动力来到台湾，然后这些心情都是知道他的故事之后去模拟出来的。母女寄出去的批，伫几个月了后收到回复，总是一个走找老爸开始，那亲像随着行到终点，互伊的心肝不止啊白目。所以伊3个月以前，佫想讲因老爸可能佫活的，是可能老爸伊无爱伊啊，伊妈嘛无甲讲伊死啊，对，所以到3个月迄阵，才知讲哦，伊老爸真正死啊，是政府讲该死啊。内容我觉得那是一个遗憾啦，但是我也是身为女儿，我想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会真的非常非常的遗憾。可以啊，这因老爸，这阿公，这大兄嘛，伊排第2个，这第3个，这第3个太太嘛，阮老师傅就是陈定荣先生因。没有。2020年的年头，李文静带饼场团队的艺术家来到白莲寺，甲陈志雄念香。你想啥讲啥就好。好，等谢你好，我是李文静，然后我今日代表饼场这个团体来甲你纪念。然后我主要要来的主要目的是，我要做一个叫林总的作品，第一美丽编出安尼。然后这代志是希望甲愈来愈侪台湾人知影你的故事，我会传承你的意志来做这代志。希望台湾是一个较好的国家，感谢你。陈志雄是一个真传奇的人物，听讲伊会晓6种语言，人缘真好，性格迷人，总是关系伊私人的代志，煞是真少人知影。陈先生最近敢有人拜？我讲以前有人来遮拜。真侪人来拜就对啦，常常我讲要拜陈先生安尼啦，毋知影。是啥的对啊？所以我毋捌来，我好好的人来，去安尼去，再老师去甲收尸。收尸啦，是妹妹来收尸啦。再摕转来。好在伊妹妹有伫遮。1985年，母女甲阿兄捌来到台湾。去到宜兰白莲寺，甲老爸祭拜。迄当阵，因兄妹仔敢若知影老爸互政府劝决，因阁互人严厉警告，讲袂当阁继续问落去。阮老师阮拢毋捌讲这代志阮听啦，伊是若因的人有来，伊才有讲嘛，无伊毋捌讲阮听，伊毋捌讲这代志。嘛要保护因啊，无就出代志啊。对啦。走找老爸7冬，母女所找到的老爸。是一个罪责重大的死刑犯，甚至听讲地方阁风声，伊的老爸是会掠囡仔的红毛仔，其他的细节拢总毋知影。咱拍迄伫甲顾啊就对了，所以伊当坐脚踏车出去外口，若看到两个囡仔进古水迄共摸，就是讲伊要共掠囡仔啦，安尼啦。台湾人有一段历史，是大多数的人袂当，嘛无愿意提起的伤痕。为着创作，饼场这几位艺术家去到真侪所在做田野调查。一天，因来到家人，迄日天气真好，家人港边风景真水，在地老大人。讲起一段真久无互人提起的过去。以前甲宴会顶头表演，然后会做一个大新人，比较大人同齐行过。这个死人足济啦，因为古早吼拍死的拢是真济，拢是伫遮海边啊。啊，佫有即个
迄个陈老港迄个警察局后壁啊，真侪拢是拍死题啊。后面我起来，一般人拢必要了，警察嘛拢无去，治安无好，所有江市的江中央啦，还是讲广场场是在高雄省啊，省县啊，都是来维持治安。但是下人拢尾啊，拢去互这宾馆掠去，掠大概摆做海啊，就摆去拍死。是看来搞的啊，你搞对吧？因为要掠阮阿公哦，啊，做讲阮阿公是议员，要掠阮阿公，啊，阮阿公走去啊嘛，啊，所以掠阮老爸甲阮阿姐下去，就是要警出来讲，一定要讲阮阿公去对啊，阮阿姐忘叫爱兄啊，用拍死哦，啊，阮老爸叫来遐面就是嘛是种修理啊。细汉的时阵，爸爸发生这个代志，你什么时阵才知影？我是大学毕业，你做起你台北市飞机我现在知影。是安怎遐尼大汉啊才知？啊都，你拢唔知啊？我爸这代志哦，我阿舅就开始戒烟嘛，戒烟50年咯，戒烟迄阵都有一个禁声，袂使讲我阿爸，不要大人讲我阿爸，拢袂使讲。有诶空喙，就算经过足久，嘛无法度上肉，总是嘛干那会当等待尔。宝年去白莲寺祭拜老爸了后，又搁经过10多冬。2003年，宝年无意中收到台湾政府拨予因的600万，讲是因为凊决陈志雄，所以要予家属的补偿金。无奈嘛，应该是无奈。所以到了60几岁的时阵，伊开始有政府，内底有赔偿金，这是时代的悲哀啦。我讲这是时代的悲哀。姚以前捌参与桃园大溪一档一摆的地方庆典，伊是头一个甲七爷八爷做伙迎神的女舞者。伊伫悬大的神像面头前，拢无惊吓，溃力巴赞。神像们有神像的威严，因为我要去抵抗他们的气场嘛。对，所以我在做动作的时候，我都会下意识让身体旁边充满空气，我必须把自己的身体架起来。然后那些无形的空气帮助我，然后跟他们对应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对话。这摆，伊要搁甲神像合作，入去到一个非阴非阳的所在。代替宝年去另外一个世界找找老爸。基本上，我觉得舞蹈很难用叙事的方式去表现。我有点抗拒，说我一定要好像在用扮演一个故事的完整性，然后来讲我们要讲的事情这样子。舞蹈或做的是这边发生的故事嘛，那空间要做就是一个你进入到一个异世界的，然后看到。真的是有这个人死亡，然后他的故事，对，其实比较像是台湾，我们都会去庙里面的地下室走18层地狱，对，其实是这样的发展的。因为七爷就相传他是因为愧疚上吊而死，所以他会吐舌。而且他们又是神明的形象，他们不是那种青面獠牙的恶鬼，他们面容狰狞，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就是人面形象的威严。
对啊，那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条件，一定要掌握住的。这些其实都是装饰啊，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重量啊。然后有的话就是那个灯，然后也不知道就是文正跟工研院那边开发的新的那个感应器，应该就是像那个吧，床母那一次的大小。跟工研院合作的那个机械手臂，因为我看不到，我戴着眼罩，所以它变成一个放大我去 sensor 那个中音那个空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在 sensor 一些事情的时候很空虚，你感觉不到那个气啊，或者是电啊，或者是什么。可是那个东西突然变成一个很实相的东西在做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感应的强度更大。对我自己的舞蹈，好像延伸了我的身体的感觉。然后它又是光，所以它是这样散出去的。我知道我的 energy 可以推更远，它可能推更强，加上就是神将们的助力，这样，因为他们真的，即便他们见到黑盒子，他们还是有那种街头的那个很强大的能量给我。另外一方面，柯岩定来到台南，捡一民间的庙会仪式内面的声音，为着新作品的音乐，来做电影调查。其实台南是全台湾上济公庙的所在，因有千外间，所以伫咧遮我参访足济庙的，可能有超过20间。譬如讲，看因的法师是安怎用一寡乐器来做法事。拄啊，迄个桥来的时阵，开一定爱开。拄啊，迄个桥，啊，搁有迄个桥来的时阵，敢若有两顶桥有烧，迄是啥？迄叫做烧火香。哦，烧火香。伫咧法师用的法器内底，真趣味的是，亲像三清铃，亲像应用迄角鼓。啊，搁有迄个法锁，即款物件伫咧超度的时阵，伫咧做法事的时阵，伊不管是叫神、叫鬼、叫好兄弟、叫亡灵，拢会用即款乐器。我细汉的时阵看到家长啊，还是看到童机，尤其是做侪童机，你知影会出血哦。足惊的，搁较了解了后，其实规个庙宇的文化嘛是有一寡转变啦。啊，伫咧我做一寡研究、一寡调查，搁较知影即寡原因了后，其实伊就变趣味啊啦。为了纪念和追思戒严时期的政治受难者，并且抚慰家属。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举行了追思仪式，总统马英九亲自把家书还给家属，并且颁发回复名誉证书给100多位受难者家属。总统表示，国家档案局有200多万页的受难者文书资料，对政府来说只是一页文件，但对家属来说却是几十年的思念。他已经要求行政院编列预算，协助家属找到家书、手札和日记等等。总统还说，人权超越国界，两岸对人权的处理是不是能够一致，是两岸关系距离的指标。而这场追思会在庄严肃穆的默哀和献花仪式中落幕。记者黄培山、陈信龙台北报道。这个找找老爸的过程，久年过去，5年也捌绝望过。后来伊才知影，也有其他的家庭，甲伊有真亲像的经历。2011年，政府整理迄当阵白色恐怖受难者的遗书，幸福家属。毋则伫2冬后，5年收到对台湾寄来的2块片仔，内面有陈志雄的判决书、遗书，甲伊上落尾的相片。以我自己第一眼看到照片的时候，其实我是看到陈志雄被枪杀的那个照片。那我相信Moni一定有看到，然后他对父亲的印象是这么的血淋淋，我觉得很难用文字去形容出来，然后可能也哭不出来，因为无从哭起。你对这件话，这世界可能就艰苦啊，你怎处理这伊家己的心情？对，所以我是用这角度来等于推销阮的这作品。中文看无的Moni，拜托人甲伊查到遗书内面的关键字，歹毒、
伊上网找到台独联盟，就写批去问看，敢有人熟悉老爸陈志雄。总算这摆，伊有得到正面的回复。为着安尼，伊专工飞来到台湾。这一冬，宝妮已经64岁，从伊开始找找老爸，到迄时，打过30多冬啊，所有的一切，念伊有答案。总是找找真相的路途，拄着侪阻碍，无通遐尼顺遂。2019年，人类撞到历史上毋捌有的大疫病，病毒传到全世界，拼场的团队嘛受到真大的考验。伫今仔日一声逼出180个本土病例，中央政府也赶紧召开会议，决定把湘北地区的防疫技术纠关到第3级。对今日开始到5月28，民众出外拢爱挂水暗，停止室内5个人、室外10个人以上的聚会。全国部分公路场所也拢爱先关起来，进香绕境活动也着爱先暂停。我差不多11月要开始搬，我拄着肺炎的关系，害我全部计划拢拍掉。我本来2月27要表演，然后过3月7要表演，然后迄阵拄好2月佫抓起来。所以我变成我全部搁取消，差不多要1年拢是白做工，看得像一个人啦，毋是我尔，是3、4个人的生活较工过都牵少好呀，所以安怎嘛甲做好，对，逐工安尼做，袂困袂去，因为拢无时间困，我昨昏爬咧等碰阵困，我袂记，我困咧阮查某囝的游戏床顶头，我伤忝啊！我想倒一个好啊，倒个5分钟就困去啊。我即马应该要39，我查某囝一岁3个月左右。我讲爸爸妈妈，然后讲吃，最近变成我上无用，我2-3礼拜无看到伊。拄开始像林总要拄报纸，像2礼拜看袂到伊流鼻水啊！卫生纸，没有卫生纸，我摕卫生纸好啊。李文静咧思量林总这个作品的时，查某囝拄出世无偌久。这是这世人头一摆遮尔深刻去思考，成做一个老爸对查某囝的爱。昨昏有要2点嘛，2点困去，然后想我较早起来画图，所以我想看咱查某囝要起来阵紧画啊。我画差不多8点钟又要到精神啊。哎呦！哦，拍水了！拍水了！啊！拍水！就是逐工就是要处理代志尔，你无时间想讲这世界的变化，然后想讲我陪伊嘛是讲袂使讲我想要陪伊尔，上好是我甲伊同齐感受这个世界的变化。我希望伊囡仔的时阵就快乐就好啊，大家拢笑平。伫这个大疫期的中间，文静有时间通陪伴查某囝，毋过拼场的演出受到真大的影响，就爱重来一摆，搁再重来。对，一直愈袂好，然后时间一直改。要甲这所在要开始办都无简单，因为是全部人拢会看到，过来之后咱议题看得到，大家会惊，会烦恼，就看苦。我是失败啦，生查某囝，然后我全部代志拢加做伙，然后我爱转迄个钱，我爱想作品安怎做。然后大家每一个想法都无共款嘛，搁大家我爱同意是足困难的。2021年5月，台湾的疫病警戒升到3级，全台湾所有的组织活动，包括翕纪录片的工作，拢着全部停止。人是会用时代吃掉的啦，你头对着时代行尔，你无可能改变。
像这会员的代志，有人他想嘛，无可能他想嘛，你想袂掉。就跟我家就加规定，政权的代志共款嘛，人要互你死，你才改变尔。我就话想话，这个单纯就是改变，啊，你袂使就煮煞5秒钟，就变啊袂使为止。等待3个月，疫情总算有较控制落来，咱才会得访问到迄年某年来台湾所见到的人，蔡宽如，伊是少数接触过陈志雄。到呾要过活伫世间的政治受难者，伊甲某年讲，伊的老爸陈志雄是虾米款人，到底做过虾米代志？伊是屏东出生的，陈志雄的老爸是一个小学的校长，念中学的时候，这个甲因小妹。就去日本留学，蔡宽如伫1950-6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，因为主张台湾独立，2摆入监，前后拢总坐监13冬。1960年哦，伫新竹少年监狱，伊都甲我。小队员办公讲会着阮咧，要阿房是用铁栏杆的，所以栏杆有遮宽，大家拢看会着啦，头甲顶头个铁栏杆要共款。迄走道这边甲这个走道差不多遐较遮啦。阮这个散步亭，无这个会大。散步一日有半点钟出来洗手面，伊甲我就做阵，敢若2个人啊。1959年，陈志雄因为参与台独运动，对印尼流亡去到瑞士甲日本，煞尾，互国民党的敌伍对日本强压转来台湾。1962年受抓了后。随着互人判死刑，伊政治态度迄个坚强，所以伫法庭甲法官辩论，伊讲伊叛乱，讲伊是革命，台湾人要重视台湾独立，这天经地义的代志，无可改变。当时被判死刑。我希望讲，伊就要改变一个态度，要有一个转换的余地。就你提出上诉，但伊连上诉都拒绝，伊就是讲，这革命家就袂使惊死。他这个性格，这是阮出世伫日本时代，看见阮的前辈一个态度。他们说。他人已经有判决，已经判死刑了。他说别人会没有精神，会忧郁。他说不会了，唱歌了，吃饭了，很有胃口了，就是好像把他当作没有一回事。对，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，好像见死见鬼都不发抖了，都不怕。蔡宽如。回想到关键的迄一天，1963年5月28。伫阿房开了，甲2条的，跟后甲靠手铐，伊的话口头壳甲理了，伊话台湾独立万岁，台湾人万岁，但毋是用台语用日语。因为早因知影这人真坚强所以因早有准备，我有去靠就甲2条的，要用这个布甲钱的嘴，最后我有画口但你见到伫阿房遐度画。关系陈志雄的风声真济，上受流传的是伊伫互人称决进前。骹骨互人讲断，蔡宽如
讲起迄当阵伊所看到的情形。迄阵要出去，阮大家真关心，拢趴在窗仔口看。但伊出去了后，阮有看外野，看水桶伫洗涂骹，一呛哦，我讲骹有叫讲着。保尼看到老爸规个目灰的迄张相片，蔡冠如嘛讲起陈志雄是安怎去面对伊生命的最后一刻。要证明有法大棒，送到现场去的时阵，甲你踢落吼，你会跪落去。但伊非常强烈的意志，伊感觉讲跪落是一个屈辱，所以伊一直毋跪落，所以伊是徛在唱啥，所以伊只做一个模范啦。了后有几个大大案件要去证明，大家都依做模样，看口好，不爱跪。受到疫病的影响，工课几若摆拢着爱动点。这一天，片场总算会当公开演出啦。那这个制作呢，非常的不容易，因为花了2年以上的时间在做研发。临终从我们史料里面爬掘出一个快要被我们遗忘的悲伤的事实。好，那我们从那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，怎么样找出一个出路？在58年1月政治事件的被枪决的这种竞争，然后我觉得能够在58年后在歌剧院能够演出，那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时代的开始。歌剧院很多曲家。就是一个中音的空间，中音空间就是在一个生跟死之间，就是一个会有神像驻处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你就会想到好像是你要去看某个神，要是灰暗的，那就可以知道应该是一个可能通往阴间的地狱。为什么这么多的空间我会往那个空间前进？就是有召唤嘛，所以我是跟着那个召唤过去的。然后就是因为有召唤，所以我们才有所连接跟感应，这样。他有在遗书上看到父亲写下他的名字，他知道父亲在乎他、爱他。我们用这个方式帮助 Bonnie 再感受一次父亲，然后也许用关灵术的方式让他亲眼看到父亲。我代表他嘛，然后我亲眼看到父亲。向我的
我自己，我刚才突然才刚聊我伸手那，我突然就是想哭。那要做一个动作吗？大家动作，来，这个动作来。今年再帮我转正回来一点。看镜头，很好。对什么有感应？就好像他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就是无法突破的障碍，然后终于看到一些曙光，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灯亮嘛，然后就突然意识到找到爸爸，然后突然在笑，然后就觉得我不认识他，但是我知道他是我爸爸。我伫找阮过去是啥物人，因为我这嘛是对，应该是一个台湾一个问题嘛。台湾是无了解家己过去甲家己生活是安怎，所以我希望是咱用一个管理的方法，带大家来去看，甲这条看袂到的路。2013年，Bonnie 第3擺來到台灣。這陣的台灣已經解嚴，經歷2擺和平的政黨輪替。伊參加老爸對書會，嘛去到過去監禁政治犯的綠島。迄届阮有办几个活动，我带伊去绿岛，但已经身体真袂用啊。阮绿岛是5月去，等来了后，伊就转去这个雅加达。但8月份，他毋知因后生也是因小弟传来。讲过身去。戒严时期，台湾发生了那么多，就是不幸啦，而且那些是被迫着接受的这些不幸。在做临终的过程之中，我有一些疑问，对于 Bonnie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放下对爸爸的怨恨？到底那个转折是什么原因？我们在怨对一个人的时候，其实你需要很多的力气，你才会放下来，更何况是自己的父亲。对，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我对 Bonnie 的疑问，但我们已经无从问起。咱的自由其实是有足侪人的牺牲，我真正无确定是毋是足侪人知影，所以我感觉阮的表演也是有伊的意义在。我刚开始较像是一个告解式，就是讲，我刚开始讲，我的想法，较想讲，想甲过去的人，还有往生的人讲话一个方法。阮这代开始继承因的想法，阮要开始做，这是我较想重要的代志。